安。
今日阮的中间，互阮来亲近主，咱用敬虔喜乐的态度来服侍主，来敬拜主，来归荣耀给主。咱邀请信神，这是甲咱三甲伫地。基督来降生成罪人，来为着要赦免了赦阮的罪。主，我们用喜乐，我们用敬拜敬虔，用欢喜的心来学乐主，来荣耀主。主，恳求你这时提献圣神，教阮三甲伫地进入阮的内心。今暗的祈祷会。所祈祷的事项，拢恳求爸上帝你暗耳孔来听，来应允阮合主心意的祈祷，荣耀主的名。阮这是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
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晚安。可以跟你隔壁的说，我们一起敬拜真好。阿们。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马拉基书第3章的1到4节。我的麦克风可以再小声一点点，好，谢谢。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哦，好，来。上主万军的统帅回答：我要差派我的使者为我预备道路，然后你们所寻找的主会突然来到他的圣殿。你们渴望看见的使者要来宣告我的约，可是他来的日子，谁受得了呢？他出现的时候，谁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像碱性很强的肥皂，像炼金属的火。他要来审判像提炼银子的人，他要审判祭司们，像自己的工人提炼金银，好让祭司们知道向上主贡献合宜的祭物。这样，犹大和耶路撒冷人民所贡献的祭物才会被上主悦纳，正像从前的日子一样。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他来的日子哦。那马拉基书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文，在这个10节到12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进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11节这样子说，又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在葡萄树未熟以先呢，也不掉果子。又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那我们对这个经文很熟，常常在这个奉献的时候会去读到这样子。那这个经文是一个很美的应许。那旧约之后到新约是400年吗？对，沉默了400年这样子。那我们要怎么样走进这个很美的应许的当中？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警醒跟预备哦，就像我们要去旅行或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做非常非常多的预备。那我们桃园市这个公告资料显示，我们桃园市的绿线捷运呢，它预计在2026年是第1阶段的完工，2028年是第2阶，30年是第3阶，32年呢就全线通车了哈。那再加上航空城的第3航厦，还有很多的这个从化区开发。那我们土地更新当中呢，桃园简直是台湾 No.1 的 No.1， 大家阿们吗？阿们，我好像在上班的感觉，真好。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经历过很多的预备、调整还有更新的时候，在这个捷运在做的时候，您可以把它看成是黑暗期，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个充满盼望跟更新的时期这样子。那今天的主题说他来的日子，那我相信神要来呢，不只是要审判，但是呢，他还要再建造我们，阿们吗？第3节他说要审判像提炼银子的人，他要洁净祭司们，像冶金的工人提炼金银，好让祭司们知道向上主贡献合宜的祭物。那上个主日是代降节主日，我们如果回头去看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其实没有所谓的代降节。那当时的信徒呢，也不重视圣诞节，因为在公元的312年以前呢，基督教仍然受罗马帝国的镇压。那他受到迫害的基督徒呢，其实他们是不在意耶稣诞生的日子但他们更盼望的是耶稣再临的日子可以赶快临到。在初代信徒的时候呢，他们多数的相信基督再临的时候很快就会临到。那末后的日子呢，基督耶稣再临呢会进行审判。他说直到公元380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就是唯一的合法宗教以后
教会呢就开始认真的思考，怎么样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呢，代降节可以追溯到第4个世纪。那如今我们很多教会在代降节的期间会点蜡烛来迎接圣诞，让我们的教会的节日是很有仪式感的，有花环啊、圆形环这样子。那我们上个主日就点燃了第1根蜡烛，大家有印象是代表什么吗？期待跟希望这样子。那再来的第2个主日呢，我们要点燃的，它象征是预备还有信心，就是要提醒我们去重新思考说，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为基督预备了什么，那我的信心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呢，读到马拉基书3章1到4节的经文，它是预告呢，有一位使者要来为主预备道路。那后面众人所追寻的主呢，会突然的来到圣殿，宣告上主的约。那每当我们阅读有关施洗约翰的记载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他是那一位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人，因为他传讲的是悔改的信息，还有为人施洗，那要把人呢重新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我们每次想到施洗约翰就会想到的故事。他说这样子看来呢，这个预备的工作好像已经完成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降生了。那我们在要代降节期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被提醒，那我们到底要预备什么呢？我们到底要去思考什么呢？好，那这个作者是这样子讲，那预备道路的人呢，是不是我们现在都可以把它想成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位基督徒要为主来修直他的道路，要来主预备他带领的道路，就是把上帝国的福音可以传到每一个地方，让人有机会可以认识耶稣，知道他带来的拯救还有盼望这样子哈。那基督在临的时候呢，他会重新与我们立约，宣告他所应许的约。那初代教会的信徒一样呢，我们也盼望耶稣基督的再临，愿上主的宣告的新国度呢，快快的来临。所以他再来的日子对我们是不是全然的美好呢？如果我们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如果我们没有修直好自己的心态，很有可能我们要面对的就是那个淬炼金子的烈火，就是我们是要先被审判的，先被调整的，从他的家里面开始。那我们必须要面对火的考验，还有刚刚经文讲强碱的洗涤，才可以使我们合乎上帝的心意。那这个诗篇的作者这样子讲：上帝啊，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求你赐给我一颗又新又忠诚的灵，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赶走，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让我的灵可以甘心乐意的顺服你。当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呢，我们要符合上帝心意的心灵。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呢，牧师有提醒我们，不是只有为他来带来的盼望跟喜乐，更有那个审判的时候呢，要面对这个严肃的课题哦。我们不是只有靠自己，我们乃是要靠圣灵的帮助，我们才可以有清洁的心，才可以有正直的灵，可以被上帝来接纳，得着救恩的福乐。阿们，阿们。那我们要继续来期待是主再来的日子呢？主耶稣他用安静的方式来降生，舍弃天上的荣华。那他知道呢，未来的使命就是在孤寂的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上舍弃生命，为你跟我来死掉。那在临终的时候呢，他仍然纪念旁边的盗贼，用爱心用怜悯来让他一起进入乐园。那说耶稣的降生呢，不是一个很热闹非凡的意象，但是呢，他有这个启明星，台语叫开明车，开明车引路，还有天使的宣告啊，这是我们很耳熟能详的事情。那在安静当中呢，但是他却带来世界的改变。那主耶稣呢，他是来宣讲上帝国的真理，他为人可以医病，为人可以赶鬼，与罪人可以同桌吃饭。他的教训呢，为我们带来极大的挑战，也因此付上生命的代价。那耶稣第一次降临
是为了要拯救人的生命，他要吸引人来归向他，重新回到上主的面前。因为呢，唯有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认识上主。耶稣基督还要再临，所以代降节的意义呢，是唤醒我们，再次的去思考，我们怎么样面对主的再来。主的再来，我们可以预备什么样？那我们的信心可以展现什么？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更要思考说，我们是不是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可以经历得起这个火淬炼金银般的审判哦？当主再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站在他的面前？那代降节的预备呢，是可以让我们悔改认罪，同时呢，我们也见证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生命和盼望。请问在座的各位，我们都预备好了吗？好，这好了，很好，牧师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个题目。好，那上礼拜的那个主日的讲到的题目叫做是代降的福音哦。那礼拜二我们的小组的分享的时候就说那代降节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期待主再来？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我觉得大家就很有收获。那牧师是用罗马书的经文1章的16、17节，就是起于信，止于信，因信而得以跟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可以得着生命哦。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的盼望跟我们的应许呢，就是他帮助我们可以不断调整跟他的关系。神给我们最美的礼物呢，就是我们可以对他的信靠话语，这个恩典滋味是我们到如今都还在尝的，对吗？阿们，每个人都有尝到，所以我们一起要来开口，可以为自己来祷告吗？我们为了代降节，我们可以真实的在神面前来认罪，重新面对内在的自我，求主来怜悯，还有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为自己祷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经历神。
显圣经的永恒真理。那接下来最后一点，桃园市议会昨天通过明年的预算呢是1709亿，是创下新高哦。那桃园去年增加了3.5万人，是全国最高的这个居住人口的地方。那我们为了桃园市的发展，还有执政团队来带导，可以在各样的建设上面呢，使人民蒙福得到益处。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审判者，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高傲的眼目你必使他降卑，困苦人的呼求和贫穷人的叹息你都听见了，你必把他们安置在切慕的稳妥之地。目前全球各国都面临严峻的考验，无论是地缘政治的紧张、气候异常造成的旱灾、水灾、震灾，导致农作物欠收，通膨严重，百姓们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求助是以各国的领导者有属天的智慧、制度、政策，都以福国利民为依归，有仁爱、信实、恩慈、节制，能够平复百姓们对生活的恐惧和不安。愿神的国早日降临，使神的旨意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此刻，我们也要为两岸关系来代祷，愿两岸间的交流是在互信、和平的基础上。不管是学生的访问到退休将领，是彼此尊重、互相欣赏，是在对等的关系中建立交流，以和平共处取代剑拔弩张。愿主赐福台湾各项产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台湾人民也要以民主、关怀、助人、自立，让世界看见台湾的高度，体现台湾的价值。感谢主，台湾这块土地有你满满的祝福与恩典，桃园更是宝地中的福地，风灾、水灾、震灾都有你的保守眷顾，满有平安，人口也不断在成长。感谢主，赞美主，求主继续带领桃园市向前走，与张市长同在，与桃园市执政团队同在，无论在政策的制定上、建设的推动上，都以人民福祉为优先，人民生活安康，利益共享，使桃园市成为幸福城市。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愿神的国掌权在各地。那继续，我们要为了教会来祷告，求神兴起迦南教会，更新迦南教会。我们有4点，为了待降节期、圣诞节的每一样事工来代祷，使对内的信徒灵命可以更加的晋升，对外的福音呢可以更加的勇敢宣扬，来领人归主。为了教会每一位全职同工来代祷，求主带领每一位全职还有兼职的同工，在工作还有服事、家庭上面都可以均衡还有兼顾，可以保有健壮的身心灵，为主来做工，奔跑天路。为了这个主日呢，松联大学的结业式的毕业典礼来代祷，
祷。谢谢每一位同工的辛劳，我们也为了新竹圣经学院在全台的事工的推动，是来顺利来带祷，有主的同在，福杯满溢。那最后我们为了60周年的系列活动，我们明年有安排一个2天1夜的户外礼拜，在规划，我们一起来带祷，恳求神的带领，在行程的规划还有费用的当中，都可以有合适的安排。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来帮助教会在每一样的事工当中，主啊，都能够有你的带领，让我们是为神而做，让我们在做的时候有神的计划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了全职同工来带祷，神来帮助每一位全职跟兼职的同工，在工作上他们的身心灵健壮，为主做工来奔跑天路。为了松林大学的毕业典礼还有结业来祷告，主啊，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至高的主，你是疼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赐给主耶稣基督降生成做人，互阮会当来透过伊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个疼痛。伫这个大港节期甲圣诞节的各项事工，阮献上感谢，也献上恳求上帝圣神伊亲自甲阮伫地，因带阮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兄弟。无论是对内的赞美礼拜、圣诞晚会，还是对外的圣诞老人，对外传福音、社区的传福音、报佳音，主上帝，阮求你圣神亲自同在，带领阮每一位兄弟、同工，拢会当透过安尼，将主你的听、你的福音来宣扬出去，会当来引带人来认捌主，来归向主，恳求圣神你来将权赐福，保守教会。所有的专职同工、兼职同工，无论你工作、你服侍、你家庭里面顶面，拢得到主你大大的手术的疼痛，拢会当处着平衡的生活，会当有勇健的新心灵，为主来做工，来跑走天路，恳求上帝圣神你大大祝福，加天开力互因，为本主日的上年大厦结业甲毕业典礼。阮献上感谢，而且中间有侪同工付出时间来筹划，恳求上帝圣神，你纪念因的筹划，祝福你因的新心灵，为着新德圣经学院，伫个全台湾所推动的所有的事工，恳求主圣神，你家庭开力，互所推动的拢会当顺利，会当成做每一位教会、每一个教会、每一位会友的新心灵。灵命的帮助，求主顺圣神来祝福，来带领教会明年60周年所有的活动，其中特别是2天一暝户外礼拜的规划，主阮将这个摆在你的手里，恳求主圣神你亲自来引带，互同工或者会所筹备的同工甲旅行社有好的讨论，会当有做一个适当的规划，无论伫行程甲费用顶面，会当取到一个真好的平衡。求主圣神你来安排，你亲自来掌权带领，透过安尼，互兄弟搁来感受到主你教会的听，你兄弟的恩典，阮将这拢仰望伫你的手里，恳求上帝圣神亲自祝福引带，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续我们要为了我们的肢体来祷告。我们首先要为了成人牧区有几位为了王春梅姐妹，她在化疗的过程当中呢的身体不适来代祷，求神来保守这个春梅姐，让她的身心灵得着坚固，平安与春梅姐同在，可以全然依靠她的医治还有恩典。第二，为了谢松郎老师来代祷，他是肾脏发炎，在部立的桃园医院的就医治疗当中，求主来看顾谢老师的身体，有主的同在，可以得着医治。第三，为了黄丽君姐妹的父亲，就是谢信吉弟兄的岳父黄财传长老，在昨天蒙主恩召，愿主安慰的灵跟与主同在。也为了张新文姐妹在明天呢要进行左眼的白内障手术来代祷，求主圣灵与医师同在，透过医师的手来施行医治拯救，让手术可以顺利完成，新文姐心中有平安。好，那我们为了4位张新文姐妹、黄丽君的父亲谢松郎还有王春梅，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为他们来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这当中。主啊，求你赐福在每一位这个需要你的肢体的当中，主让他们可以得着你的安慰。主啊，让他们时时刻刻有你的同在，不论是他们照顾的人，不论是他们在诊间的时候，在来去的时候，都为了这个当中。主，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帮助。主啊，在他们的家人，在他们的恢复当中，主谢谢你在他们的里面，主谢谢你看顾，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亲爱的神，我们可以用祷告来经历你。主，求你在让病痛的兄姐的时候，他们的心中仍然有盼望，有喜乐。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为了孙梅姐，为了谢双朗老师，为了丽君的爸爸，为了新文姐，主啊，这些的病痛或是有生无生，我们有些不知道的小组的当中，主啊，求你来赐福，谢谢主，谢谢你帮助，谢谢你恩典。谢谢神，你是让我们能够祷告经历的神，求你来帮助我们刚刚所念到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的病痛当中可以得着恢复，得着医治。神的平安要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为了世上的他的家人可以得着安慰，因为他们息了地上的劳苦。主啊，回到你的怀抱。主，谢谢你，求你来看顾这一切以及后续所要发生的事情。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为了青年牧区来祷告，求主来带领我们的青年礼拜的聚会呢，可以加入更多的国中、高中，还有我们大学研究所的年龄层。那特别帮助我们的学生，虽然学业很繁忙，他们可以委身在教会的聚会还有礼拜的当中。那我们从这一周开始的聚会是6点半开始礼拜。那第二点呢，为了我们礼拜6的牧区会议可以顺利的协调，在2025年的同工呢，我们可以开始启动牧养关怀，每位小组员跟教会的关系可以有更多的连结。那我们为了儿童牧区来祷告，圣诞赞美礼拜呢，我们的儿童牧区要参与的是敬拜赞美的部分，求圣灵来带领他们从练习到这个服侍的时候，都能够有敬虔、有喜乐的心来服侍。那求主来赐下智慧给同工们，老师来引导这些有些需要被关注的小孩。那求主来柔软他们的心，有能听的耳，有敬畏上帝的心，用心灵跟诚实来参与在阿嘎北的敬拜当中，做好榜样来荣耀神。我们为了儿童牧区，为了青年牧区，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经历你。主，谢谢你，求你赐福在我们的当中。主，谢谢你，谢谢你恩待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青年的时期，我们就能够来依靠你，我们来敬畏你。主，求你来帮助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儿童，让我们让他们能够来学习，真正的来经历神，来读神的话语，来学习你有一个敬畏的心。主，求你来帮助，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来看顾，就在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的青年牧区，我们牧养的同工，让我们牧养的学生里面，让他们在青年的时期就能够来亲近神，就能够来跟随神，那是他们一生何等蒙福的事情。求主也帮助我们的家长，我们一起来训练孩子敬畏神、信靠神。求主来帮助我们有柔软的心，帮助不只是谦卑受教，在同侪当中可以看每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同侪当中能够有好的品格。求你来帮助我们的老师，来帮助我们的学生，有圣灵的带领，我们这样子的爱在当中。求主你来看顾我们每一位青年牧区、儿童牧区，不只是同工，还有被牧养的人都要得着神你的牧养，你亲自的带领。谢谢主赐福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上帝恩典是要白白给人，阿们，阿们。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给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给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真做伊；伊若嘴内心灵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给人，只要
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真做伊。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要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真做伊。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要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咱心内若要相信，就要真做伊。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要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哈利路亚！咱拍破将因跟来归给上帝，感谢主。今日早起，咱嘛去到伫这个热职心这个长照中心。我真感动，就是咱有将近30个弟兄姐妹拢去到第一个所在报佳音。今天是12月4号，离这个圣诞节要21天但是咱就已经开始在报佳音，而且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愿意、热忱的来参与。完咱每一天拢通过上帝的话，也通过上帝伊所予咱的启示，互咱会当用敬虔的心期待耶稣基督的过来，互咱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都当为主来做见证。来传扬主的好消息，以及甲主耶稣要过来这个福音，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一天的经过，也带领阮进入大感节、甲圣诞节的中间，我们可以更加的来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耶稣，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也谢谢你借着圣的帮助、保惠师的教导，使我们能够在真理当中成圣，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也求主使用我们的每一天，使用我们的生命，特别为着在今年圣诞节节期当中教会不论是到长照中心，在社区的据点，或是在百货公司的广场或是在妇女馆，或是在各样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直到主耶稣基督你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帮助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能够一摆拍破来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晚上的聚会到这边，我们互相彼此的请安。好，愿神祝福大家平安，平安。